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10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会定期大会上午进行民政部门的报告甲质询，其中针对市府委外清洁人员，因为自管制合并以来，因的薪水就一直适用上低基本工资，而且8、9档内拢无对公务人员调薪，所以会中议员嘛积极替因争取福利。议会定期会上午由着民政部门，包括秘书、人事、政风、法制、研考甲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业务报告甲质询，其中针对市府清洁人员，因为自管制合并以来，就一直委外申报，而且薪水嘛拢一直适用上低基本工资。对此，议员陈义珍嘛为这群清洁人员来争取福利。对于我们在照顾我们环境清洁这些人员，已经8、9年了。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维持基本薪资的编制哈，而且是委外1年1聘，他们相对的很多的福利其实都跟在我们市府所属的编制其实是有落差哈。所以我想这些人员其实在帮忙市政府处理最基层的清洁工作哈，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们多一点的关心跟关注哈。类似劳务承揽的工作，倘若任何一个人力需求都要纳编到政府部门来说，其实也未必是好了。所以持续让它由劳务派遣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其实维持市场竞争的一定机制，那鼓励更多更好的这样子一个清洁公司来进行劳务、进行环境整理，其实未必不好了。另外，针对目前市府各局处真侪 App 上线，原本是要达到便民甲民众互动，不过议员刘维英却发现，市府真侪 App 拢真久无更新，亲像天狗日即时通报，竟然长达2档无更新为何？要求市府爱改善。其实，如果您可以上网看一下，现在上网找得到的一些 APP， 有一些 APP 哦，几乎是被弃养的状态。好，比方说台南市登革热即时通报的 APP， 你知道有多久没更新了吗？已经2年没有更新了。我不知道这个 APP 是哪一个局处做的，但是即时通报可以通报到2年哦，这个相当的令人匪夷所思哦。议员强调，一个 App 所需要的经费并无低，包括后续的管理甲维护，拢需要逐年来编列经费。因此，议员嘛建议，伫个施作进前，应该思考 App 的功能甲必要性，唔通为了做而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三立花卉杯国际慢速女球邀请赛今年已经迈入第5届，每一档以100万级的比赛，吸引一国内外队伍参加，愈办愈盛大。国科上午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到场开球，展开为期2天激烈的比赛。伫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甲三立花卉的总经理黄永仁等贵宾的开球仪式后，也象征第5届的三立花卉杯国际慢速女球邀请赛正式开始。今年也分做国内组甲国际交流组，总共20几个球队伫球场顶面比拼球技也以球会友。在这边要跟各位选手这个强力推荐，我们三立杯绝对是各位参加的赛事里面最强的这个对手最强的赛事之一，也期待各位选手能够发挥优异的球技，能够展现给我们这些观众，也展现给我们这些慢速垒球的爱好者一开眼界。今天是我们第5届三立货柜杯国际慢速垒球正式开打的日子，现场有非常多的贵宾到场替我们选手加油鼓励，有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韦哲市长、伊景议员、韦英议员，还有到场的每一位民意代表、贵宾，再一次的感谢他们的莅临。那我们三立货柜杯所有的赛事都会公布在我们三立货柜的粉丝团，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到场观看精彩的比赛，也替每位选手加油鼓励。
这届台南市的万事队球协会也大力相挺，理事长林义进也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伊认为安尼交流赛会使帮助台南的万事队球更加国际化。市议员吕文英也表示，这是一种真好的国民外交。这个慢速垒球的运动，通常都是在社区，都是在地方。可是我们很用心的要把这个慢速垒球推广为国外，跟国际交流，跟世界接轨。那所以三立货柜杯也斥资了不少哦，然后来邀请国外的队伍来台南参赛。那我想在借由一次一次的交流哈，那我们也跟很多的固定的国外的队伍已经形成非常好的友谊哦，这也是一个另类的国民外交。那我们会持续这样子的做，那透过慢垒，然后让这个国民外交这个交流会做得更好。我们三立其实在将近10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慢速垒球透过这个球赛的方式已经国际化，所以在这边特别感谢三立货柜。然后每年的选手之夜也都邀请了很盛大的这个影歌星甚至有很盛大的这个烟火表演，其实也在显示我们台南人的光荣感所以其实特别感谢三立货柜让这个台湾让台南透过这个赛事来展现我们台湾的软实力。第一天的比赛结束后，重头戏就是暗时的选手之夜，精彩的活动也让每一个选手拢非常的期待。但新闻国报采访报道。针对这摆垒球赛，为了让选手会当轻松一下，同时甲其他选手交流，主办单位三立货柜特别安排选手之夜，现场除了歌手热情的表演，也有精彩烟火秀，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这里是精彩垒球比赛结束以后，主办单位三立货柜嘛照惯例安排选手之夜，邀请这位歌手甲表演团体透过精彩演出，让所有参赛选手会当放松。会中市长吴伟霆甲这位民意代表拢亲自出席，同时伊嘛展出向前传承的大粒垒球，期待这活动会当愈办愈盛大。所以我想今天贵宾非常多歌星也非常多各位选手心情也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选手之夜是越夜越美丽，但是白天的比赛是越来越精彩。感谢三立货柜办理的这么好，5届的三立货柜杯一路走来，都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的成果，也是一个慢速垒球界的重大赛事。那在未来市政府一定全力来配合我们精心准备规划的选手之夜，要让所有的选手们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我们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立法院苏家纯院长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比赛，特别赠送匾额到现场鼓励每位选手及工作人员。内政部中院次长、基策会国人副执行长，还有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韦哲市长、俊谦委员、怡景议员、信凯议员、顺良议员，现场所有的民意代表、长官也到场，为我们每一位选手加油鼓励。谢谢他们的莅临指导，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们。选手之夜当头戏之一，就是精彩歌空宴会。伫更体人的表演一结束，现场马上迎接长达4分钟的宴会秀。表面上的一颗眼泪。会中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干嘛亲自出席，同时邀请暗时看宴会看无够民众，会当伫10月10号国庆这天到屏东欣赏长达40分钟的国庆宴会。我借这个机会邀请大家啦吼，10月7就是咱的国庆的迄天吼，暗时咱大家做伙来屏东吼看国庆的宴会啦吼，咱国庆的宴会。总共要放42分钟啦吼，所以欢迎大家10月10号的暗时来屏东县和平体 KB 河滨公园吼，长达42分钟吼，这是有史以来国庆的宴会上长的一遍。
伊人看到，不管是选手也是贵宾，拢充分享受了选手之夜。主办单位就希望透过这款联谊，让参与的选手拢感受到台南的热情，未来麦当继续来台南观光佚佗。台南新闻古不义采访报道。108年新课纲已经正式实施，重点就是为了培养学生跨领域的能力，增加国际观甲竞争力。为了东区的综合国小特别将英语创意课程结合国际文化认识，充分展现台南教育的软实力。108年新课纲主要希望培养学生多元能力，成为跨领域人才。对此，综合国小嘛将校内空间改装变成4点制甲完美的教室，主要让学生伫英语、美学甲多元文化学习。现在跨地课程得透过英文来认识每一个国家的各种特色，每一位学生拢相当的投入，展现了跨领域学习的吸引力。我们把英文课变活泼了，那我们结合了 STEAM， 那结合了行动学习，那也结合了涂鸦区跟作品展示区，那主要让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让他可以把资讯的东西，把它转换成知识，最后把它转换成智慧。那也让学英文可以很活泼。那透过活泼的这个课程脉络，让孩子在新课纲的一个素养里面能够达到未来他的那个实践力这个部分的提升。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每一位小朋友，不管是伫平板顶面回答问题，嘛是英语表达，拢相当的熟悉。嘛，后来参观的教育局主编感觉相当的配合，伊嘛认为小朋友未来能力一定真好。其实它就是展现了跨领域的一个学习，有英语力，全球沟通，那用科技智慧的学习，然后再有个多元文化的探索，等于有一个全球的沟通力。那这样的学习之后，你看到孩子们他们哇，真的是不容易耶！现在孩子好厉害，在 iPad 在学习哪一个国家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美食一下子就过关了。那之后他们会用英语去不管去表达，去说出来，去学习，然后他们也不怕科技，也不怕英语。所以我们想这样子的学习下来，孩子未来的一个基本的能力跟国际的竞争力真的是会不一样，让我们刮目相看。校方嘛期待透过无同的文化甲英语对话结合，让学生会当认识并且接受，进一步成为国际人才。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先听闻这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红星庙是台南重要的古迹，但2006地震当中造成结构严重受损。经过3档的整修，将于今年7月完成验收。10月5号举办盛大剪彩仪式，其中有位特定侪民代嘛拢到场见证庙宇的风貌再现。3年前的2006大地震造成了台南严重的灾情，其中受损上严重的古迹就是位伫中西区的红星庙。除了庙宇的结构受损以外，总旧路壁摇甲倒去也是上严重的一部分。现在经过3年的修复，总算伫7月份的时阵完成修复甲验收。庙方特别伫5号下午举办盛大的剪彩甲拜仪式，市长王伟霆也亲自出席，感谢所有帮助修复的单位。丰城庙2016年0206的时阵地震，咱的结构受到损害，拄则
是属于有介绍过，咱足侪社会关心的人，以及各有疆各有庙，大家共同来努力，加上行政院中央的帮忙，文化部的帮忙，互咱红神庙，不管若是这个店的中间，或者是庙身这个补强拢总得到中央专家的帮忙，这是还是足甘心的。2016年，我有幸来接任丰神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时值0206地建镇落修复工程的公瓦的讨论，以及设计图案的审查，这也许是丰神爷的旨意。那么在重修的工程自2017年的9月到2019年的6月，近1年8个月60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肩负起非常重大的责任。108年，也就在今年的6月20号，修复工程顺利的圆满完成，感谢咱丰神爷及列位众神的庇佑。因为丰神庙是台南非常重要的古迹，所以台南市的侪位议员、甲议长郭信良以及立委陈廷辉、林俊宪拢亲自出席，见证这充满意义的时刻。咱有一片强别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王建筑师所说的，因为跟我们民防，所以我们要跟他去讨论怎么处理，因为有边跟民防强标，共用一片标，你看咱若顶当落去，几乎有当时后面很民防会倒塌，所以你在维护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维护团队，因为有你们真好。因为咱今仔日终于是看到我们今天丰神庙可以重建完成。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刚才想讲要来重建，整花了1年的时间。庙虽然无足大，刚才起码要开2档，咱用手慢慢捏出来。所以这当中我经过了我第当迄时阵的行政院长讲是张善政，他也来到现场。所以这个物件不分男女，这是咱国家、咱台湾的宝贝。也感谢那个时候的赖清德市长，咱今摆的黄伟哲市长，我们总算丰神庙又拍起来。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原本被认为是总旧路的2个建筑物，其实叫做现实亭甲唐英亭，所以这届修复了后，也将原本的名藏起来，希望让游客了解正确的历史。但是国报采访报道。介意路跑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消息。同意发票杯路跑的台南场，11月10号将伫乌山头水库风景区进行。南区国税局表示，只要关3场今年9月到11月发票得当参加，各类专家大细做回来运动，除了做爱心，更有机会抽大奖以及锁定。每一档拢去上万人参与的财政部统一发票杯路跑，今年台南场11月10号就将盛大展开。人讲输人唔输阵，南区国税局为了宣传这场喝酒啉红茶活动，5号上午局长卢振秀特别邀请合库金控总经理陈美竹召开记者会，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等贵宾拢到场，除了替开放报名加开事务。嘛排几排向前要冲破起跑点，场面热热。请启动！财政部108年统一发票杯台南场路跑活动正式开跑。我希望说到台南办，我们一定是一个特别有意的，因为我们的路线规划像这次规划在乌山头水库，其实我们有曾文水库杯的这个马拉松。那这次有乌山头水库的这个路线，其实沿途的风景，我觉得是非常对跑者非常非常有吸引力，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局长表示，这摆路跑选定风景优美的乌山头水库风景区相当难得，而且规划全程3公里完全免费。民众只要捐3张发票，就当参加，不止运动做爱心，也更有机会抽手机等大奖。那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我们有 iPhone， 有 iPad， 还有捷安特脚踏车。除了这些奖品大奖之外，还有很多的小奖，大家应该都很想要吧？
应该会说选我选我哈。所以除了这些大奖之外呢，我们也预备了很多的大概有20几个宣导摊位，你只要拿着108年度9月到11月的统一发票，就可以到各个摊位来换取应该说非常精美的不等的这个奖品，把它带回家。据了解，记者会后开放网络报名的马上秒杀。不过南区国税局表示，在月10号当天上午5点半开始，现场报名也有1000个名额，请民众把握机会。台湾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落实公民参与北区区公所所推动的厝边公园改造计划，就是由社区家己提出建议来改造。其中，花德里的好德公园就是以亲子背景摕下民众票选的第1名。今日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里长特别往活动现场是热烈温馨。6号上午一来到花德里的好德公园，就使看到侪侪民众聚集做伙，因拢是为了庆祝公园的亲子绿养迷宫摕下北区区公所所推动的厝边公园改造计划的民众票选的第1名。这个设施也伫今仔日正式来启用，会使看到侪侪家长甲小朋友都耍啊非常的欢喜。同时，里长为了庆祝连日个要来到的中央节，也准备了侪侪表演甲小礼物的实体，甚至准备了丰富的海产糜。就是希望里民度过一个充实佮快乐的礼拜日。我们这里都没有在抓鱼呀，没有在做农作物，那我就想到说，用那一些就是那个吉祥物，就是我们的猫头鹰来作为吉祥物。那么很少公园都是50年代的，都是荡秋千呐，只有树木玩一下，还有就是那个健康设备。那么我就是想到孩子的问题，他们在跑也没有目标，我就设定一个就是绿样迷宫让大家可以去玩，就是亲子绿样迷宫。然后后面利用那个这个什么凉亭，旧的凉亭我去改造一下，就是幸福门也很不错的。会中立法委员陈廷辉、市议员陈怡丁甲沈振东也拢到场甲民众同乐，也有侪侪民众抢咧甲因翕相，展现因超高的人气。咱顶下寮的公园吼，拢是我做议员的时阵，拜托着咱张灿宏市长、柯添在市长陆续来完成吼，所以咱顶下寮的公园会当开票了上完整，但是嘛是需要咱的里长做伙来配合，所以咱的花德里咱的美玉里长吼，就该争取变成是一个绿样的迷宫，互囡仔会当伫遮用无共款的感觉来享受着亲子的同乐的时间吼，因为公园其实即马看吼，除了咱的长辈伫遮咧运动以外，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咱的囡仔伫遮咧佚佗。所以咱希望讲未来公园是会当互咱的囡仔咱的长者，甲咱的一般咱的乡亲，会当伫遮做上休闲的这个场所加空间，所以这是咱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我想今天非常开心是我们华德里亲子绿样迷宫的开幕那我想里长还有怡珍还有委员这边其实一起努力来推动，那也期待说这样子的亲子绿样迷宫呢，能够让所有社区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多多来亲近来玩，那让所有我们北区的民众呢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北区区长李芳新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向民众宣传爱持续注意天高热的风治。同时，里长也呼吁民众来公园佚佗的时阵，一定要爱护公园的设施。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虽然两化政治意识无同，不过民间以文化教育等方式来交流，也是相当的频繁。日前，就有一群青年伫台湾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斗3天，前往对华泉州进行为期6天的体验。这群10几岁台湾青年第一摆跨过海峡来到泉州，大家透过手机甲相机来记录这段6天的行程，包括穿上汉服来洗古城，欣赏泉州柔美的一面，嘛亲目睭看到少林武功，体验勇壮的一面。就是
一个美好的回忆吧，把这6天的行程可以剪成一个短片。就是以前觉得在电视上才会看到，就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觉得很厉害，因为以前都也不相信这种铁头功什么的，然后现在就相信了，因为真的看到了。同时，这届行程的青年嘛，共同见证企业家杨永辉伫泉州设厂打拼30档出口青梅等农产的成功经验，并且听伊分享创业的艰难甲收获的甘甜。我们泉州这个家乡呢，来30年的为我这个事业呢这个打拼呢，所以我感觉到也非常的荣幸。我也希望说台湾的青年能够对我今天呢。跟他们说了一些话呢，能够让他们能够来这边呢学习、创业、就业这个是我一起发展。谢谢。就是听完他们的经验分享之后，会觉得来大陆是真的蛮有许多机会的。包山包海多元色彩形程，嘛，互两怀青春少年重新认识这片熟悉佮生分的土地。嘛，因为交流土地了眼光，还是包容欣赏当地人文文化，大家拢收获满满。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日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5度到29度，落雨就有一成。海面边广酷热，4级到5级，上大阵风1级。感谢收看10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